的稀地乡公所为着要防范流浪鸟狗的问题，特别来举办着3合1的活动，免费帮这个猫仔狗仔来种片，煮小狗病预防车，佮帮因安尼甲绑起来。有900位的乡民报名参加。为了防范流浪动物的问题，稀地乡公所结合台湾动物保护协进会办活动，乡民拢真有动物保护的观念。它2只母的，一只生了4只，一只已经生了5只，再不抓来结扎不得了了啦！台湾动保协会表示讲，协会成立到今已经帮助要1万只宠物节育，推广宠物的生命教育。因为今年疫情的影响，所以民众带犬猫来结扎的意愿有稍微降低一点点。为了鼓励民众参加，稀地乡公所有补助奖励金。将近有差不多100只的犬猫来伫咱这个所在来做到节育的这个动作台湾动保协会呼吁乡亲以领养代替购买，以节育代替杀害，共同爱护生命，维护环境的精简。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